天賦，漸着腳互為船導引，不隨妄想不求真，無名實性即發聲，幻化空身即發生。發生覺了無一物，本源自性天真法，證實上無人法，剎那別卻阿比葉，永嘉大師正道歌，留給世人清心志。不隨妄想不求真，不見一法即如來。第一個月手傳燈，於18代洗天記。佛東流入此